大家较早，今仔日较早，老师今仔日的讲师是咱文俊老师吼。你看，安尼还未开始，大家就抱啊直直拍起啊吼，这敢若一点仔都无意外吼，足欢喜吼。文俊老师，我想大家拢捌，其实毋免我介绍啦吼。伊伫咱台语文园区吼，原来是安尼。大家拢上期待你看扑克拍袂煞吼，这应该吼。我想因为今仔日时间的关系，我想我就无加讲话，将时间就直接交互咱文俊老师好。伊根本无需要我介绍，可能你毋捌我，捌文俊老师啦吼。所以变做是文俊老师，你爱小可替我介绍我啦吼。OK，管理将时间交互咱文俊老师吼。好，多谢。好，咱主持人吼，咱周馆长，我惯势叫馆长啦吼，叫委员啦，实在是嘛是咱台文界的迄个吼，永远的志工吼，对咱台文的推送吼，有真侪拍拼甲即个领导的所在吼，所以真正足感谢委员伫咱即几十年来吼，对咱台文界吼本土语言的推送吼，都有真大的贡献。这嘛真感谢，一方面嘛，伊无气嫌吼，邀请我来咱即个今仔日咱休热吼，即个8月份吼第一场的即个上课啦吼。好，安尼我大概吼，先甲大家拜托一下吼，就是讲因为咱即摆线顶的人真济吼，所以可能拜托咱各位好朋友吼，麦克爱关掉吼，因为我敢有听到一寡声音因为我毋知影声音位倒位出来吼，所以我直接公开来讲吼，就可能爱拜托咱各位好朋友吼，甲你的麦克关掉吼，无会造成咱逐个上课的困扰吼，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毋知我即摆即个声音逐个听得有清楚无？若听得有清楚，请互我一个爱心的符号吼，也是赞拢无要紧，拢凊彩吼。好，感谢，安尼应该有清楚吼。嘛鼓励大家吼，你镜头已经关掉吼，因为咱共即个时间线顶有真侪好朋友起来吼，有当惊即个网络的流量吼较大吼，有当会卡吼，这难免吼。所以你若讲伫厝内，还是讲伫办公室来听课的时阵吼，你会当甲你若讲惊干扰到别人吼，你会用耳机啦来听课吼。若讲伫家己的厝内还是家己的册房内面吼。无影响到即个其他的人，咱就会当开即个即个一般的来上课就好啊吼。大概即几点的拜托请大家多多来配合吼。好，安尼拄则感谢馆长吼来无气嫌地甲我做即个简单的介绍吼。我即摆就直接来进入咱今仔日的课程啦吼。好，等我几秒钟吼，我来分享画面吼。好，即摆应该照我这边的显示应该各位拢有看到我今仔日主题啦就是运动人生甲文学书写运动人生甲文学书写若阵有诶好朋友目视较好诶以早拢会注意到阿俊老师，你今仔日你的 PPT 若无写你的服务单位啦比方像即个台中市何处国小，也是讲即个台中市本土语文指导员即个名称咧因为爱甲大家报告我今年8月初1开始就已经申请退休所以我即摆算即个无业游民啦，无业游民当然游园阁有一寡工课咧做啦只是讲互家己莫讲伫即个公务上，还是讲伫即个私人的一寡工课有一个伤大的负担啦所以我今年8月初就无任何头衔就是即个无业游民啦嘛是自由的身躯大概是安尼好这是歹势我甲镜头关掉好我甲镜头关掉
咱今日主题吼，为什么叫做运动人生甲文学书写吼？大概是有这个起源啦，就讲吼，我捌写过几篇和运动有关的文章，吼，当然这是和我个人的生活形态有关系啦，我真介意运动，当然实在是讲到运动吼，我是介意，但是呢，完全无专长吼。为什么讲无专长呢？因为我真细汉吼，运动神经都无介好，吼，我捌伫国中的时阵吼。走运动场吼，是因阮中部高中吼，迄运动场一年才200公尺。走运动场吼，会走到家己跋倒吼。当然迄跋倒是因为迄个运动场有淡薄仔淡湿湿啦吼。但是我感觉可能我的身躯的迄个协调性无好吼，协调性不好吼，所以就感觉运动神经无介好。读师专的时阵吼，阮师专的同学内底吼，嘛真侪人吼运动神经真好，所以。拍排球，踢骹球，甚至佫拍过迄个，迄个啥物手球吼，等等吼，也是羽毛球，我拢感觉我运动神经实在是歹，和阮遮同学比起来吼，所以我将来吼，拢毋捌讲吼，去想着讲吼，我即世人吼，我会介意啥物运动，还是讲我和运动有产生有啥物牵连，这是少年时代吼，将来毋捌想过诶代志啦吼。但是尾出社会做老师，一寡机缘熟识一寡好朋友我开始有拍羽毛球，尾佫游水，甚至到尾佫有去骑脚踏车，参加即个3项铁人的运动，佫尾佫甚至佫去走马拉松，我完成我人生的100米所以对我来讲这实在是从少年的时阵毋捌想过的人生啦都当然这内面有真侪机缘，但是我就捌甲遮个文章写过写伫我写伫倒个台语文章内底我就想讲应该这个运动人生甲文学书写应该有真侪当发挥的空间。他知影我真是阵我咧准备的时阵我才发现讲哇，无影呢，咱台湾人伫写和运动有关的人生的文章其实无济我当然我的目标是甲咱教育部为102年到109年的这个阅读闽客语这个文章的专栏拢甲找一遍。我才发现讲事实上运动人生甲文学书写牵连无介大这个和我当初的设定有淡薄仔前差，但是呢，我嘛希望讲透过今仔日这个主题和大家互相鼓励着鼓励咱各位愈侪愿意书写，还是有书写能力的好朋友来共同来书写咱的运动人生啦。为什么？因为咱以早台语文章拢定定互人有一种观念，就是讲这台语文章拢咧写古早拢咧写过去敢若拢较无写现代生活但我感觉其实现代生活上好的一个主题就是运动。当然运动每一个人无共款有人爱行路有人爱走马拉松，有人爱爬山有人爱骑铁马甚至有人爱拍羽毛球，有人爱拍乒乓其实咱台湾即马现主时各项运动拢真时行而且即马经济嘛较发展啦所以这和古早的人比起来袂妨感觉讲运动敢是咧浪费人生，还是无咧做正经代志像阮细汉的时阵若阵拍球啦含同学约要去学校拍一下篮球咧都父母骂啦，你册敢读好你功课敢写了拢是甲你问因为我读册才是正经代志功课写了才是正经代志就算有当时你讲读了写好伊嘛感觉无甲你骂者，无甲你念者名字所以有当时感觉细汉的时阵感觉运动啦、拍篮球啦敢若拢互父母认为这是一个毋是正经代志不务正业对无所以无形中咱台湾真侪人真嘛毋是讲一定是安尼啦只是我感觉真侪人较罕写运动的文章这是淡薄仔较无彩的所在所以我伫迄个过程当中我感觉一定爱甲即个主题摕来做发表
而且顺其线啦来鼓励咱线顶的这个好朋友来同齐来写运动的文章像即摆我看到线顶有一个应该李老师对伊就讲伊要来写卡卡写交朋友，这真好啊因为咱每一人做的运动是无共的嘛甲咱现代生活，就是讲咱爱去拍破以早的人啦尤其是真侪华语界的朋友讲恁台语界拢较少，拢咧写阿公的得意阿嬷的手路菜阿母的秘密阿爸的较只拼拢咧写这个物件恁敢无较多元的题材？有啦，事实上咱即几年来不管是这个教育部的这个朗读稿的定稿或者是讲咱一寡文学奖的这个发表其实咱即马台语文的书写其实是愈来愈多元啦甚至你看台港台文杂志啦也是讲迄个像我参加的团体叫台文战线啦其实台文影写疫情呢，对无台文影写 COVID-19 呢台文嘛会当写真侪无共款的题材所以我今仔是望讲要借这个机会鼓励咱逐个好朋友甲这个台文写作的这个题材扩大甲伊放大甲即条路混较快咧啦就来写搁较侪无共款的迄个题材这才是会当互咱的台文的发展会愈来愈大趴尾愈来愈这个题材愈来愈混阔嘛这才是一个较健康的发展所以我今仔日这个话头就是用这来含大家共同勉励啦好即马大家看到的这是阿春啊电子皮箱甲手机当然我拄则有看咱线顶的好朋友共这个时间差不多有90外个好朋友伫线顶其实足侪拢是台文界的先进有的是台语文教学真有经验的这个专家所以今仔日若阵阿春也有这个分享了无够理想的所在就爱请大家多多包涵嘛请大家多多指教。所以若阵你无去嫌欢迎大家透过电子皮箱还是手机你的手机加入来就会当含我来交好朋友当然这毋是强求啦是讲若阵无去嫌我一摆服务忠心报国未来拢会当针对这台文的书写啦、教学啦咱大家互相交流互相研究求进步这是我分享之夜的这个目标啦当然这内面有3纸字啦就讲我今年这个7月初有出版我的第3本册叫做《甘味人生》这是台语散文啦当然其实我当初我是按算讲要出的第3本册我是要甲号名叫做这个臭豆腐的滋味但是就是一寡机缘的巧合啦搁一寡这个朋友的这个鼓励我伫这个要退休之前就甲我进前所收集的一寡文章出一本小册其实这个文字大概嘛差不多有3-4万字啦总共的字数嘛有3-4万字啦但是因为当初是用这个图本用美有的格式所以呢我因为我家己即摆目睭也无介理想像我即2天就一直咧流目油所以呢我就甲迄个字放较大就变成讲无含咱即个一般的出版小说还是现代诗的迄个格式有淡薄仔精差我就来出版即个《甘味人生》，但是要互人敢若亲像咧读个图本共款就拜托我的即个好朋友即个台中市的万国册局替我来规划甲印刷即本册大概是安尼这是我今年较重要的即个工课啦所以甘味人生这是我的第3本册请大家有机会来甲我多多指教好来即马这个是甘味人生的即本册即本册我会介绍一下啦即本册有啥物特性呢第一个册皮这个册皮是我家己写的啦因为有的朋友知影我读书专的时阵我是有咧学毛笔字的当然学毛笔字毋是讲介熬啦但是就是嘛学袂少单所以我尾我就学我就甲我即本册以前我第1本册第2本册迄册皮册名拢毋是我家己写的拢是用印刷体我即边就想讲要互我家己的做一下纪念嘛所以我就挑工用迄个
毛笔字的魏碑啦，吼，什么叫魏碑？就是魏晋南北朝的时期吼，这个胡人吼，因来学中国的毛笔字，写起来因就是较有迄个啊，较有迄无共款特色。当然这我是有调整过啦，吼，就是敢若亲像咱刻伫石头仔面顶的迄个来剑的毛笔字共款啦，吼。当然，这我著写到我的这个册皮，这是第一个较值得来说明的吼。第二个部分就是这个阮前校长关之心关校长关子新校长伊是退休啊。伊退休了吼，伊人生嘛真丰富伊拢有咧开画展。我旧年年底12月时阵有机会去参加伊的画展看到这幅图我真喜意。我进前就甲讲我要甲收藏伊这幅图啦所以就趁个机会，我甲伊这幅图买落来。今年咧规划这个出版的时阵我想讲既然册名要叫做甘美人生阮出版商就甲我问讲老师你这册皮要用啥物啥物封面啦我就想着讲拄好阮校长这幅图伊叫闪亮的岁月我的人生是无闪亮啦但是苦甘所以我就感觉想讲我就和校长参详讲这幅图虽然是我的，但是我想要甲放伫我的册皮所以呢就经过伊的同意我就甲伊印伫我的册皮但当然较无彩就是讲这伫制版的过程当中伊这个色伊的色水原本是胶仔色甲蓝色甲空色为主的的底色，但是制版的时阵淡薄走进去当然可能是我当初翕相的时阵画素无够好啦这嘛是有淡薄小可走出去，但是基本上图是足水的真有迄个特殊的气味所以这是我这本册第三个特地来讲的第二啦第三个就是这个这较有伫册皮内底就是我当年得到这个第7届的台湾正线文学奖这是我的散文得到这个台湾正线文学奖的一篇就是生甲养的嘛有收入我甘美人生这本册内底这个生甲养的是咧写阮我有2个外公当然我有2个外公，当然我有2个外妈但是为什么有是安怎有外公2个外公甲外妈当然就是因为阮老母是人的养女啦就是伊出世3个月就分人饲所以从细汉阮所认捌的外公拢是养的外公但是阮这养的外公真早就过身去伫我差4岁的时阵就过身去一直到我国小1年2年的时阵这个我较知影讲我有一个亲生的外公就是阮老母的亲生老爸较知影讲迄内面的基因我较会当体会讲阮老母以早见看高中的连续剧，还是报地报地歌戏的时阵若阵看着讲有个人互收养啦迄个故事阮母就拢定来讲一句话伊讲生请一边养的温情较大天我从细汉就定听阮老母安尼讲尾仔较知影讲原来就是阮老母伊家己本身是人的这个细汉就分人饲嘛，人的养女所以伊就心内有一个心家己所以伊不时咧讲生请一边养的温情较大天当然尾仔阮这个养的这个生的外公阮嘛含有一寡这个人生的一寡这个亲情互动迄个数点子数点子老师你并且可能麦克爱关掉无你影响到我上课歹势大概是这个情形啦所以这个我甲这篇写做这个文章了去投这个台湾正线第7届文学奖得到第2名就是优等奖所以这相片是当时颁奖典礼这个社长吴东雄老师颁奖给我的这个相片大概就是我这本册甘美人生我所要讲应该是讲互大家小可了解者大概是安尼好，安尼就开始要进入咱这今仔日的课程好来这个进前的2本册都已经介绍过我今仔日就无再介绍来，我的运动人生啦我伫遮写开的主题啦第一是羽毛球，第2个是游水，第3是骑铁马第4是走马拉松这个拄好
游水啦吼，骑铁马啦吼，啊个即个走马拉松吼，怎变成怎变成我即个人生当中吼真要紧的一件代志？为什么讲我呢？因为我会晓游水啦，我嘛会晓骑铁马啦吼，嘛会晓走马拉松啦吼，阮10几年前阮朋友伫招讲人即马当咧流行即个三项铁人。什么叫三项铁人呢？这是为外国传入来的运动啦毋是人迄个田径赛电竞赛迄个10项铁人毋是伊三项铁人。什么叫三项铁人？英语叫triathlon这 triathlon 就是讲3项运动的结合啦结果就是啥？伊这个标准铁人就是标准铁咱即摆讲叫标准铁人标准铁人一般的标准铁人伊的即个计算是安尼啦游水爱游1500公尺1500公尺游水，骑铁马骑铁马爱骑40公里骑40公里最后走马拉松伊无走到一个马拉松的程度啦1万公尺对10公里所以总共合起来是51.551.5公里的这个51.5的这个距离叫做标准铁人标准铁人就是咱英语讲的triathlon因为我捌参加过这个运动了后发现讲真趣味但是伊有一个缺点爱真粗本我会记10几年前，差不多应该17、18年前，我开始参加这个3项铁人运动的时候伊每一场的报名费就做2500、3000，都加报名费尔当然报名费就是讲你已经参加比赛还有这个中途的补给你就知影游水也有补给，无补给嘛你可能去外滩游1500公尺有人甲你维持迄个安全安尼骑铁马有补给，差不多5公里、10公里叫一个补给就是运动饮料啦还是简单的迄个金蕉啦、糖仔饼的补充10公里的这个长距离的伊也袂算马拉松啦但是算这个跑步安尼嘛佫有2-3站的这个补给。除了这以外你完成了后送你一条大条巾啊佫一领运动衫迄运动衫其实是真俗啦，但是伊有就写这个3项铁人完成的纪念迄当初摕到迄领衫感觉我人生实在是足光荣的足拍的就对啦所以我的意思讲我的运动人生其实就含这3项较有关联为什么我爱讲羽毛球呢这羽毛球对我来讲是一个真大的算遗憾啦其实我羽毛球拍20多档，但是到40通火啊的时阵有一天以前脚头舞捌受伤过，结果呢迄天的前一暗其实我无拍羽毛球，但是毋知是安怎雄雄我的脚头舞就肿起来肿敢若面具咧摸起来敢若灌水安尼就去互医生检查啦看几啊间医生不管是中医啦、西医啦拢有啦甚至是迄个营总的骨科医生尤其营总的骨科医生伊就甲我讲你爱开刀要建议我开迄个这个伊华语叫做关节镜就要甲脚头舞拍3空甲迄内面的右骨甲取出来我就讲敢确定真正有右骨其实伊也袂甲我照电讲，伊就安甲我讲伊讲你这真正你遐厉害，伊一定有右骨但是我刚想着讲脚头舞要拍3空伤着脚就酸，所以我就尾仔坚持讲无爱互开刀尾仔阮一个朋友甲我介绍讲这个台里土城路有一间中医啦迄个中医真趣味迄个中医医生是伫台湾是学西医，伊是骨科的，但是尾仔伊去中国大陆拜师去学针灸针灸而且是学迄种足粗迄种这个刀尖嘛因叫刀尖嘛，所以迄个尖毋是像咱讲的针灸遐尼幼的尖那足细支的一支刀共款，但是嘛是尖尾仔就去互伊治疗治疗好了后伊就甲讲你莫阁拍羽毛球因为拍羽毛球走真紧佫雄动点安尼足容易互你的脚头舞佫举起来
所以尾啊我就开始去行路，行路伫阮学校的运动场行路行久吼，足无聊的，就看到有人咧走，我就去甲医生问讲，我敢袂当走？伊讲你若走袂疼就无要紧啊，但是毋好走伤紧，你着慢慢走。我就开始我就经过医生的建议，伊就讲你着用半点钟安尼啦，你讲你着行咧，你若想要走的时候，你着走10分钟啊，阵袂酸袂疼，你着继续走，看嘛维持到半点钟，就好啊。伊讲你着一礼拜走3天就走半点钟就好啊。我就开始走，哪行哪走，哪行哪走，我就设定半点钟。尾啊，我就贪心，我就贪心，行10分钟，就去走30分钟，走完了后想讲佫行5分钟啊，佫行10分钟啊。尾啊，我当变成一个习惯就是逐工一礼拜上少3、4天，尾啊变5、6天，甚至到尾啊一礼拜7天拢咧走，就变成拢咧哪行哪走，哪行哪走，到尾啊呢，我1点钟拢完全无行路啊，拢完全拢用走的。当然走是真慢啦，人讲真正走足慢的，人讲啥物6分速，啥物1公里走6分钟，我1公里可能拢爱走6分半钟，其实足慢的，但是因为足慢的所以对于脚头对于骹腿嘛较无伤害，甚至到尾啊我有才调走差不多1点半钟拢免休困，走1点半钟拢免休困可能嘛已经超过10公里啊啦大概是安尼啊所以我意思讲因为安尼我无拍羽毛球了后我就开始去行路，行路行尾啊，行到尾啊，看人咧走咱就骹上，就开始对人走为5分钟、10分钟半点钟，一直到尾啊我逐遍上场拢已经走到1点钟以上，每一遍拢才会1点钟以上，拢算讲淡薄仔自信啦这是走的部分啦收水我师专的时阵，阮老师是迄个游泳的国手阮师专1年的第一遍上游泳课阮老师伊一落水一个落水差不多过阮迄阵的游泳池是50米的50米的才过一半，差不多30米啊才浮起来实在够힘身的。毋过真无彩阮老师虽然是这个国手，虽然是这个国家级的这个运动选手游泳选手毋过可能是伊伤厉害我伤含慢我的收水实在是学无起来是我一直到师专毕业了后含阮应该讲我退伍，我做兵退伍了后，含阮师专的学弟带做伙伊足够收水的。我对伊去收水，我就甲讲阮以前的教练是啥物人结果我学袂会晓结果呢，伊甲我教2遍了后，我就会晓收水啊。不管是这个水蛤仔收还是这个掠高收拢随学会晓学2摆尔我就学会晓当然，阮老师以前的训练一定是有基础的啦只是讲我迄个袂晓换气嘛我袂晓换气，结果我换气是阮学弟甲我教会晓的。伊就教我迄个韵律呼吸韵律呼吸结果呢，我收水就知为退伍了后，收我即摆应该差不多30几天36天36天所以我收水嘛是变成我人生当中真要紧的一件工课透过收水骑铁马大家嘛会晓骑结果呢差不多10几年前台湾开始时间咧骑铁马。我原本是骑一个古老熟古的铁马啦，到尾看到人大家拢去买咧捷安特Giant我嘛去买一台我已经开头2万块去买一台捷安特这铁马去开始骑骑到尾嘛有趣味呢和阮真侪朋友阮捌安尼为台中骑到西螺去找阮的同事骑到破厝。去互阮同事因老爸请食青草的嘛是骑铁马嘛是我人生当中真趣味的一个运动啦所以我为什么讲这个话头？就讲其实这个我相信我即摆介绍这个运动我相信真侪老师嘛捌做过含我类似的运动，甚至可能佫是高手，可能佫比我较厉害
毋过我要强调诶，毋是讲我诶运动人生偌尔厉害，我要强调诶是讲咱诶人生要安怎含咱诶写作牵连做伙，因为我有写作诶习惯嘛那会我诶人生会含我诶写作牵连做伙所以我今仔日就用这个来做主题含大家来分享。当然后半段是要介绍一寡别人写诶含运动有关诶文章鼓励啦大家未来大家拢来做这个运动人生诶写作者安尼，互咱诶这个台文写作诶面貌会愈来愈丰富。愈来愈多元这是我今仔日这个课程想要含大家来讲的一寡话透过这个部分来含大家做分享大概是呢什么款的运动会互你思考这互我这个点一下方式的啦各位你看什么款的运动会互你思考这倒手柄这张是我走马拉松了后走完倒来终点的时阵阮朋友也翕的当然迄阵当你走马拉松的时阵身材拢保持也袂歹自从我100码完成了后阮朋友拢甲我开讲你即摆有1千度呢当然我等下嘛会甲大家讲为什么我尾是安怎我尾无爱走马拉松当然这是有原因的啦但是我感觉走马拉松真正是一个会互人思考的运动，为什么这原因等下我来甲大家讲啦是安怎我会安尼讲啦你看正手柄这个相片时我进前有参加一个台湾大脚丫协会这个大咖啦，我拢甲你讲叫大咖啦大咖阮这个协会因为要鼓励阮的会员去参加马拉松所以你参加初马完成伊就有一个小小的奖励你完成10场马拉松伊就开始送你纪念品啦20场、50场、100场拢会送你纪念品这个是我完成100场的马拉松我是伫2022年2022年已经是4档前3档外前啦11月27完成这个100场的马拉松所以你讲咱会知有100场阮会统计，因为阮的这个会务会统计然后即马咱网络顶悬嘛有一个叫做白马普查100马普查这个组织你用去参加伊的会员你每一遍完成这个马拉松了后，你就用甲你的证书甲你的记录传去你网站顶悬伊会甲你统计到你95码的时阵，伊就甲你通知讲你大概按算你偌久的时阵会当完成第100场马拉松你就用来登记伊就用送你这个奖励品做纪念啦大概是呢当然有的人嘛有人会寄付我比如我得到100码了后我就得到这个奖助啦鼓励我嘛用寄付金钱互这个组织会愈来愈大会当永续来发展但是我即摆要讲的毋是这个，我要讲的是讲什么款的运动会互你思考？我感觉一个人进行的运动会互你思考比如我头讲的游水我拢老师游水今日食着水就袂赴哪有可能思考因为我已经习惯死啦当然我的游水实在是嘛无介够啦，但是这个参加游也是这个掠高游参加游就是咱讲蛙式啦掠高游就是这个自由式啦我拢游足侪档的30多档其实就是变成讲我伫水底是算真自然的，所以我袂烦恼食着水的问题食着水是去食着的问题所以这阵我咧游水的时阵就变成我的头壳是有空间会当去思考的第二我咧游的时阵其实我拢游真慢嘛但是游真慢的过程当中你只要莫去互弄着莫去互囡仔撞着，基本上无啥物危险的问题嘛所以我游水会当互人思考过来行路若做讲你讲我都无爱走行路其实嘛会当互人思考啦这你去踅公园像我即马最近这几年我拢去阮台中市迄个文心森林公园文心森林公园，阮兜离遐近尔我会去遐行无就是丰乐公园
阮兜离遐嘛近近啊，阮兜就伫即2个公园之间嘛，往北就是去文心森林公园，往南就去迄个丰乐公园，丰乐公园比文心森林公园较细寡，但是伊较完整，伊就是四四角角，你就伫外围行，你就知影大概你行几年，而且较袂互人弄着，嘛真安全，所以行路嘛会当互人思考，但是呢，骑铁马嘛会当互人思考，但是骑铁马伊有上骑落骑的问题，尤其是落骑的时阵，有当时你爱注意安全，无有当速度伤紧你挡袂副兜，弄着像阮真侪骑铁马的好朋友我即几年来发现讲遮个朋友愈来愈少咧骑铁马因为咱台湾其实毋是一个骑铁马真友善的环境啦，嘛真侪人定定伫迄个骑铁马过程当中即个累残啦、跋倒啦甚至切甲大空细哩啦，所以呢会造成讲即个骑铁马即个运动其实袂久长，袂久长，为虾米？因为太危险咧。你若讲要骑到过瘾，就是爱骑出市区，骑到郊区。但是你讲要为市内骑去到郊区甲挡青红灯啦挡一寡路口啦就其实就是讲性质拍到遐就冷去啊。所以无形中会降低这个骑铁马的迄个趣味性，佫增加伊的危险性，所以骑铁马就较无法度互你思考啦，较无法度互你思考，因为你变成爱真注意迄个路况，爱去注意安全。最后我强调的就是走马拉松，还是讲走运动亭，是安怎会互你思考？因为尤其是走马拉松，这个体会是我参加第一场马拉松了后，我得到的体会，就是讲当你走到艰苦坐挂，甚至去弄着壁咱华语有所谓的撞墙期啦。所有的走马拉松的人，除了迄职业的选手以外，因为职业选手我毋捌问过，认为我嘛认为讲因应该无啥会有弄壁啦，所谓的撞墙期啦。但是咱一般人多数拢会遇到弄着壁，都会遇到撞墙期，伫迄个弄壁的时阵你真正你的人生你会开始有真侪思考我是安怎遐尼戆交钱来报名参加马拉松，走到艰苦坐挂，走到即个人要死去游完我伫遐走，我是咧走啥物目的的？但是经过迄段了后，你会开始去思考代志，所以我的意思讲啥物款的运动会互你思考？行路会当互你思考，游水当然游水，若准你已经脱离讲你无需要去烦恼即个。换气啦，去砸着水啦，去食着水的这个状况的时阵呢，你嘛会当思考，骑铁马，若准你无需要去注意这个上骑、落骑、挡青红灯的时阵，这嘛会当思考。但是呢，若准是走马拉松，不管是走运动亭、走公园，甚至你参加马拉松的比赛，我感觉上会当互你思考的，应该就是走马拉松。这是我个人因为我拢做过嘛我得到的体会就是讲上会当互你思考的其实就是呢，但是你有发现无？即几项拢是家己一个人的运动啦，家己一个人的运动啦。啥物骑铁马是家己一个人的运动当然你嘛用招伴，但是你家己一个人就用做，行路你家己一个人会用做，游水你家己一个人就用做，走马拉松嘛是你家己一个人用做，但是呢，拍羽毛球袂当。拍羽毛球，你上少爱招一个球卡，两个人对拍单打。但是你也拍过羽毛球，人就知影，拍单打免半点钟，两个人就稀咧咧啊。较趣味就是双打，上少爱招3个伴，你除了你家己以外，你还佫招3个伴。咱即摆大家殊荣工商要佫招到有伴除非你去参加即个固定的迄个球队啦，有球伴啦。无拍羽毛球要拍甲过瘾，还是拍甲真趣味你无球伴是真困难的。所以就这个角度来看，什么款的运动会互你思考？就是我讲的行路、游水，骑铁马算一半，走马拉松，但是呢，这个运动我拢做过以后，我感觉上会当互你思考的，其实就是走马拉松。是安怎讲呢？
因为我真侪文章吼，拢是伫我伫走马拉松的时阵吼，组织思考，甚至迄个 idea 啦，迄个想法，迄个想法是伫走到一半的时阵，向往吼，为头壳底吼，安尼向往问出来，向往问出来，就亲像人讲迄个啊，这个鸟鼠啊，为鸟鼠空向往咧问出来，这个意思，所以是安怎样呢？因为咱人尤其现代人啊，真侪人拢是手机无离身，对无啊是讲你搁咧做头路，你搁咧做工课，工作上啦、头路上啦，还是咱真侪拢是台语老师啊，教学上，一寡离离苦苦的代志定拢会互你无法度真专心的情形之下，你哪有可能有法度专心去思考咧，对无？啊，但是呢，若准去走马拉松的时阵，你要为着要完成这场马拉松，你规个人的身体，你的身躯爱投入这个运动。进前你爱训练，你爱培养体力，迄天早起要走进前，你爱补充能量，你爱补充这个热量，你爱食一碗早顿，你免无食就去走上惊的就是你无食就去走，阮以早要走马拉松进前拢是2点钟进前先食好饱，我6点要起走，我3点半4点我就爱食豆奶啦、牛奶啦。半10斤蕉啦，一块胖啦，等等，当然每一个人的补充无共款啦，有人爱食饭圆啦，爱食咸的啦，不管啦，甜的咸拢无要紧，就是你2点钟进前爱食好饱，你免空腹肚去走马拉松，这足恐怖的，因为安尼会造成这个真大的危险，所以你先食好饱，食好饱过2点钟了后，你开始走的时阵，拄开始的10公里、20公里。你可能只要补充水，还是这个运动饮料就好啊。但是走过20公里了后，你开始，你入补给站，你开始爱食一寡，这个会当补充你的能量的，水果，当然像金蕉啦，迄是上好的，有人用迄个巧克力豆，有人用饼，甚至即摆咱台湾的马拉松，会补充卤味，甚至我捌参加过这个有一年咱台南有一个关庙的马拉松，往来，搁有乌鱼子，搁有苹果，有一年走这个安平的马拉松，搁有补充迄个，这个花枝，小羹搁有一年走这个虎尾的马拉松，烘鸡，所以即摆。虎尾马拉松有一场上有名叫虎尾烤鸡马，烤鸡马拉松，几啊当前有一个新闻讲，有一个乌里桑入迄个补给站的时阵甲人一只鸡掠走，真正伊真正互伊掠走，当然伊是无咧惊你食啦，只是讲有当时咱爱替人设想者你甲一只鸡掠走，咱其他人就无食着啊，人迄鸡人是要掠咧，伊规只嘛伊用掠咧。要分互其他人补给的照你讲是莫共摕了啦你爱留一寡人啦但是迄嘛是互人变成一个新闻的议题，讲这个虎尾烤鸡嘛烘鸡马拉松真有名甚至即马咱台湾的马拉松有诶佫会流行补给啥物秘鲁尤其是伫尾迄几站你超过30公里以后真侪咱台湾的马拉松拢会补给秘鲁，为啥物当然伊毋是鼓励你啉酒啦。但是你尾迄几站你准补给秘鲁伊会伫快速的时间，互你补充热量。伊其实迄效果袂输迄个可乐，袂输一寡迄个高热量的饮料。当然你准有啉秘鲁，你就规定你就莫赛车，你上好爱坐游览车，还是坐大众的运输。当然啦，尤其你走马拉松走到尾的时间点迄个你啉啥就吸收啥，所以其实。这个酒精吸收伤济嘛无介好，你就变成讲迄其实就是趣味啦，咱讲一句实在话你走30外公里以后你也去啉2杯秘鲁其实迄拢无稀罕着，一困伊就流汗着，迄个酒精就排了去对你身体来讲应该是无啥物败害，但是伊佫会伫短时间内补充热量大概是安尼啦这是
因为毋捌走过的人可能毋知影，所以我今仔用一寡时间吼去介绍讲，是安怎这个走马拉松吼会互你去思考吼，其实原因就是伫遮吼。好，来即摆刷落来吼，是安怎会想要走会想要走百米吼？来，甲大家介绍一下吼。阵第一场的马拉松吼，是2009年，你看，即摆已经2026年啊，17年前啊。我17年前就开始走第一场的马拉松啊，迄阵全台湾你走马拉松人其实真少，真少，我走完成100米吼，已经是2022年吼11月27啊吼，头尾算差13年的时间啦吼，12年半，13年对13年，你也到这个超过13年啦吼，应该来讲吼，是安怎会想要走100米吼？我来甲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嘛吼。就讲我进前我讲过吼，我本来我拢早拍羽毛球，拍20外档。尾啊受伤了后，因为迄个医生的建议，叫我行路啦吼，游水是上好的吼。行路啦，但是行路行咧，伫运动场看人咧走，咱就骹痒吼，就去问医生，医生甲咱讲，无要紧啊，你著走，你也骹袂疼就无要紧吼。就哪走哪行，哪行哪走安尼，就半点钟，过来1点钟，过来1点钟拢完全免行，拢会用走。我就开始去参加一寡迄个，迄阵咱台湾就开始流行一寡马拉松的比赛，但是我毋敢一开始就去参加马拉松的比赛。我会记得迄阵，阮带阮太太、带阮囝去参加咱台中一寡5公里啦、7公里啦、10公里的比赛。就其实咱变成亲子活动啦吼，都。迄阵阮2个囝拢读国小的嘛吼，就带因去哪走，就礼拜时啊，阮迄2只拢真热啊吼，真活骨。若阵礼拜时啊无带出去放电吼，伫厝里吼，吵到互你袂受伤，所以我拢拜6礼拜就甲因带出去运动，转来就乖乖当初其实真正是安尼啦吼，甲阮囝拢带去。走因较细汉嘛，拢走3公里、5公里的，走忝，咱就陪行，伊也阵会用走，咱搁陪走，所以变成讲爸仔囝啦家庭的一个真趣味的活动。渐渐因较大汉了后囡仔有囡仔的个性啊，伊就无想要对伊走啊。问题是这是咱大人家己走过瘾啊开始会瘾啊开始朋友的介绍。就去看一寡网站的这个走马拉松的比赛当然咱拢毋敢走这个全马啦一直到迄年阮校来一个这个人事主任阮迄个人事主任是咱走马拉松真有名，伊叫陆梦华陆主任伊迄时已经走30外场的马拉松啊，听阮同事讲起讲我有咧走，伊嘛有咧走，结果我一听。人伊是已经走30外码啊，而且伊上好的成绩走马拉松42公里伊已经走到3点钟左右，会得奖的啦，会当上台去领奖的，佫有奖金的，所以呢，我就甲伊请教，就讲毋好家己戆走啦，爱参加一个协会，因为伊是阮这台湾大咖的这马拉松的协会的干部嘛，伊就介绍我参加这个大咖的这个协会，一个入去了后，拄好迄年阮协会要鼓励这个拄加入的会员参加初马如果你加入1年以内啦你也有去参加这个完整的45公里42.195公里的这个马拉松的人你就会当得到一项的阿迪达爱迪达的马拉松的鞋啊。一箱应该才3000块左右，阵小贪2家人，我一个参加了后，我一听到讲，一年内你也阵有参加初马就已经得到这个阿迪达的马拉松的鞋啊，佫3000块，小贪2家人，我就走无偌久就去共报一个2009年的安平一在金城意在金城的马拉松。就是为这个一在金城出发，就是咱安平古堡出发，走这个台南的市区，佫走去往南，走去到这个这个飞地就是走这个
路线啦吼，搁去踅几啊连安尼啦，要到42公里啦。你也知影7月初5，迄是偌热呢？咱台湾7月初5，迄是热死人的天气。结果我戆吐，人甲你讲一年来完成就好啊，结果我著消摊啦我想愈早完成，会用愈早得到迄双鞋啊。我著去遐参加。但是啊，代志毋是5人想的啦。走甲我会记迄边走啊28公里以后都无力啦。就哪行哪走，哪行哪走。甚至看到树啊，看到迄树影就想要拍落来，想要倒落来，想要挺落来，想要跍落来，都敢想要休困尔啦。但是加在我无拍落来，我嘛无跍落来，我坚持到底，哪行哪走，哪行哪走，最后5点钟01分啦，因为伊限定是6点钟啦我5点钟01分完成我第一场的马拉松。但是迄天是艰苦一外但是经过2-3天了后就开始食条咧啊！开始去网站去找下一场的马拉松啊！尾啊，看阮大咖真侪人拢得到百马奖，拢大家拢送一只马，足大只的马，百马奖。我嘛想要去参加，我嘛是讲下这志愿按算伫10年内要来完成百马，但是歹势你看我尾啊拖到13年，当然一方面是我尾啊工课真无用，一方面是平常时练了无够济其实你若讲要每一场拢走真顺，拢真完成其实你著一礼拜上少你的训练量一礼拜你的训练量差不多爱走50公里，一个月才爱走200公里。上少嘛爱100公里，安尼即个训练量才会当互你真勤课较勤课来完成一场完整的马拉松啦。当然今日因为咱的主题是要讲写作，所以这个部分我就莫讲伤济啊。非得就是本来是按算10年内完成百马的尾前到第13年才完成百马大概是安尼。当然。迄个百马的过程当中有足侪即个酸甜苦涩啦，但是终其尾我要讲的就是伊真正互我伫迄个哪走哪艰苦坐过的过程当中其实头壳是愈清楚啊。我讲咱人是需要锻炼的啦比如讲你的身躯、你的肉体你的身体、你的肉体你的身躯、你的肉体，伫遭受折磨的时阵。其实你的头壳是愈清楚的，所以古早人讲迄个名著讲的嘛这孤城孽子操心也为，虑患也深，故达，对吧所以其实咱人袂当过这个物质上伤过头舒适的生活不管是精神上、肉体上，其实拢爱有一寡锻炼甲折磨才会当互你的头壳愈来愈清楚。所以我会感觉是讲这10几年来我伫走这个马拉松的过程当中真正伊互我真侪这个写作的题材包括我像我进前出的这个2本册像这个杨桃将军这个故事，嘛是我走马拉松的过程当中我拄到我做兵的朋友，含伊讲起阮做兵的故事才互我想起讲我要甲阮做兵的时阵看到的一寡故事改写做变成杨桃将军这篇作品要写的就是军中为了要升官的人这个上空上芳，要安怎升将军，要安怎去升将军达成伊人生的愿望。迄是我伫走马拉松的时阵拄到阮做兵的朋友安尼哪走哪讲互我想起我要安怎去写这个杨桃将军这个杨桃将军真好运，尾得到这个台南文学奖优等奖当算第2名啦佫有一篇是迄个股份无限公司这个股份无限公司其实是咧写这个平埔族的人伊要安怎融入这个汉人的社会主流社会的故事。迄是因为我有一遍去走迄个埔里的马拉松我去走埔里的马拉松埔里咱就知真侪埔里诶这个人其实拢是这个原住民，咱台湾的原住民平埔族原住民的后代
因为我进前有读过相关的资料嘛迄边走马拉松完了后，我有去附近去做一下简单的电影调查，所以我就甲这个电影调查的内面的故事摕去写伫我的这个股份有限公司内底。所以我讲的意思讲其实真正的，就是讲伫咱人身躯、精神遭受真大的折磨的过程当中其实你的头壳是足清楚的。所以我个人因为安尼我有足侪机会去甲我真侪题材写做我的这个创作当然其实有当时题材要变成创作佫需要后壁的这个写艺咧只是讲是安怎我会想要走百马当然一方面是走百马会得到的成就感，佫有咱伫这个不管是身躯啦精神啦种种的折磨的过程当中得到的迄个趣味啦会当互咱增加咱真侪写作的题材所以我就今仔日就要甲大家鼓励大家来做即件代志啦为着要证明讲阵也无黑白乱讲我的成绩实是无好啦无好啦但是呢你看2009年2009年我有参加第一场的马拉松你看主办单位真大心诶，佮甲阮伫即个即个终点头前甲阮翕相都完成诶证明我第100场马拉松百马是伫南投完成诶成绩当然因为迄天为着要完成百马嘛真侪朋友来陪我走啦就哪走哪翕相啦就哪咧耍共款啦其实走到尾对阮来讲即个走马拉松哪咧耍咧哪咧交朋友咧所以走到尾我上尾场竟然是6分6点钟32分因为伊是规定是7点钟啦7点钟所以就变成咱台湾的这个走马拉松就变成哪里佚佗咧大概是安尼啦但当然我上好的马拉松是伫金门完成的，等者我要读的迄篇文章来去金门小马就会讲到我成绩上好一场马拉松是4点钟06分的款4点钟06分的金门马拉松等下我会念迄篇文章和大家来分享好这是所以我完成百马当然是我人生的一个成就，但是嘛是我个人感觉伫迄个过程当中真正对咱个人的不管是精神上还是肉体上一个真大的考验嘛互咱的头壳愈清楚，互咱更加思考一寡问题互咱会当有写作的题材啦因为孤独的运动会互你想真济这是阮进前有一个铁马会叫 LP 铁马会阮一寡朋友迄阵伫丰乐公园集合徛去到彰化去凤山市迄天要出发进前伫遐翕相这是我伫即个台东人讲传说讲的金城武术徛铁马去翕的相片收水我较接收水的所在就是阮台中的美义游泳池美义游泳池这是以前美军的俱乐部尾当然美军退出台湾了后伊就转互一个即个美国的退伍军人协会来经营所以伊即马伊是甲台银租土地这个土地其实是台银的土地，但是即个美军退伍军人的俱乐部是业主是咧经营就对啦佫说互咱台湾人伫经营，但是我爱去遐收水的原因是因为会用晒日头会用晒日头正手边即个相片是毋敢互大家看到我的巴肚这是我去即个多鲁古即个太鲁阁精英酒店佚佗的时阵去遐收水去遐收水真正是一个真舒适的享受啦。安怎讲呢？你伫遐收水你看到迄下骹就是日暮溪的溪坎利乌溪的溪谷伫遐收水真正是人生真大的享受有机会介意收水的人若阵会当去遐收一遍水即世人真正就记得啦。我感觉我去遐收过2摆，所以我即世人记得2摆但是我意思收水嘛是一个甲想法转化做文字的时刻啦不管是走马拉松还是收水，只要你是一个人孤单伫遐运动，你就会当互你的头壳真清楚
就会当互你的思考愈来愈骨溜愈来愈清楚大概是安尼。好即摆咱因为时间嘛差不多啊我即摆要来甲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伫海拔3275公尺顶悬喘气这篇文章这篇文章我先甲大家搁做一下背景的介绍是安怎有这篇文章呢这个2009年我头一篇散文叫做臭豆腐的滋味迄阵其实咱台湾人毋是台湾人啦，咱这个本土语文界写作的人真正无介济啦无介济我迄阵我伫2009年就投稿一篇叫做臭豆腐的滋味得到咱这个教育部万客语文学奖的教师组的第3名算我对我是一个真大的鼓励，因为迄阵我拄开始学写尔但是呢可能迄阵写的人嘛少所以我臭豆腐的滋味有得到一个真好的这个名次当然尾我一个朋友啦这我就莫讲伊的名我这个朋友伊是华语界的当然伊无一定看有台语的散文啦，但是因为伊捌甲我问过我就捌甲我这篇臭豆腐的滋味念互伊听念互伊听了后伊敢一个反应尔啦，伊感觉真感动人毋过伊的第二句话就淡薄互我无爽快伊讲伊用华语讲伊讲你们写台语的好像都是在写往事都在写阿公阿嬷，都在写过去，难道你们没有比较丰富的题材吗阮这个朋友甲我讲以后我就淡薄朋友是安尼讲咱其实伊安尼讲嘛无毋对啦，这其实是事实啦，这其实是事实，但是人讲这个良药苦口嘛忠言逆耳对吧有当下这个老实话是上残忍的对吧伊安尼讲其实我心内其实我嘛是有数，我嘛知影讲对有影对咱台湾界拢写古早拢写往事，毋是阿公的得意就是阿嬷的手路菜毋是阿爸的较只拼，就是阿母的这个裁缝车拢写这个题材真正事实所以我迄阵我就淡薄无欢喜，但是咱佫其实无立场去甲伊去甲伊坐啦，即讲无啦，事实上毋是安尼当然伊嘛有讲伊的看法啦而且伊家己本身华文写了袂歹我嘛真肯定伊的专业嘛所以伊甲讲一个建议啦，讲文俊老师，如果有机会伊都用华文和我讲话啦如果有机会，你应该要让题材更广泛一点。所以2年后教育部万客语文学奖搁咧询问的时候，我就想讲好，无论如何，我这边一定要写一篇毋是咧写古早毋是咧写古早毋是咧写往事，毋是咧写过去，嘛毋是咧写阿公阿嬷的拄好迄年，我和阮同事去参加这个一个其实嘛免参加啦，应该是阮2个人就听人讲为台中骑铁马去埔里毋是埔里骑去迄个武岭往回20点钟的故事是阮当日兴脚车啦当日兴脚车，所以阮2个人就讲好因为阮迄个朋友伊的速度还是讲迄个体力，我感觉和我差不多尔，因为伊佫加我1期年咧，阮迄个朋友加我1期年咧。迄时我差不多40通嘛阮迄个朋友已经50外，我想讲50外岁就知了，安尼我40外岁才无知了，所以我就一直心内有一个愿望想要骑铁马去武岭骑到武岭佫翻头，就安尼，阮2个开始拍算转来了后，我佫甲伊写做这篇文章去投稿，因为2年前阮朋友来讲你拢咧写过去嘛，所以我为着要证明讲咱台语是有才调写一寡现代的题材的，所以我就甲写做台文，就去投稿，真正嘛足好运的。我认为啦，迄个时阵可能真正写作的人写台语的人真正较少我真正好运，我就得到这个
共款是第3名的这个散文奖，叫做伫海拔3275公尺顶悬喘气，这篇文章，我即摆就来念一段啦，因为文章有3000外字，你啊，互我念完可能就下课啊，所以我就念一段，跳来念，互大家来看这篇文章，我等下会甲分享伫画面顶悬，好无好，安尼我先来开这个档案吼。好，来，即马各位画面上应该看会到这篇伫海拔3275公尺顶悬喘气我就念跳咧念念互大家看者啦各位若有需要当然嘛会当甲我讨我这个文章的原稿当然嘛毋是要做生意啦你若有兴趣，你嘛应来买我这本这个《甘味人生》私底下落咱莫伫咧公开场合来看这篇文章。或者是讲，你嘛应去教育部的文学奖的这个专栏第一个去拍这个教育部语文新歌网语文新歌网，你就去找这个这个文章啦拢会当我先来念互大家听者好来，这几档因为骑脚踏车是上时行的运动，嘛产生骑脚踏车环岛、公三环。北环、中环、南环，一天攻上台湾公路的上观点、合欢山、武岭等等，各种挑战咱人类体能极限的活动。我家己嘛不时咧收水、走标、骑脚踏车，虽然完成几若场铁人3项马拉松的比赛，毋过因为工课甲家庭的关系，对迄种卡袂着，就要10天8天的骑脚踏车环岛，也是挑战性真悬的公三环。一天上武岭，有一种看有食无干那言，亲像佛祖庆游园的心情。意思讲，看人咧完成家己伫遐演毋过去年有一个食到50外的朋友宾兄，袂输当机咧启动共款，伫连续20点钟内完成为台中市到合欢山武岭往回240公里的行动了后。我的心肝头不时就一支鸡毛伫遐鸟咧，望有一天会当有这个机会，拄好学校嘛有一个诚兴骑脚踏车的同事阿迪参详几若摆了后，考虑3个理由：运动是为着要互身体健康，毋通伤过头冒险；爱互厝内人安心，决定要用2天的时间对台中骑到武岭，为着避免休困日。去埔里、雾社、清境、合欢山迄块位游览的人伤济，脚踏车甲汽机车抢路的危险，阮决定找一个拜5请休假，煞咧拜6来骑。一方面较袂塞车，另外嘛会当省一寡清境附近的民宿，休困日愈来愈贵的过暝费用，因为迄阵你来讲带拜6迄暝伊费用加足济啦因为今年的天气一直到3月拢有寒流来，合欢山落雪消息传来，阮的行程嘛为3月中旬一直移动到4月，原本热扑扑的心情嘛渐渐冷去。按算要取消好佳在阿迪坚持，管他去，清明过了就出发，无就永远未成功就安尼，2011年4月初8透早6点半。当然，这4月初8当然是新历啦阮下过脚踏车的椅子了后，行上一段料想未到、艰苦坐怪的旅程。趁透早空气清新，路里
车较少，阮决定先赶路，慢请食早顿。量早闪过台中到草屯这段高塔车空气垃圾的所在，是讲人算不如天算。伫市区代理沿路行沿路休的结果，阮敢若徛过雾峰，就摇到大肠叫小肠。古武二中提早休困，发现一间逐项有的早餐店，肉鸡面、卵饼、豆奶、菜头粿、大肠猪血汤，顾在你食。毋若计小俗，大碗阁满钱。来，遮吼我就先结束啊吼。为虾米？你会发现讲，阿俊啊，我看你的文章内底吼，几若字拢是毋对的字呢？对，为虾米知啊？迄时阵吼，阿俊啊拄学写台文吼，亲像即摆吼，有诶一寡好朋友讲，老师，我讲像啊，迄字含迄字吼，迄混毋着去。迄时吼，其实吼，我即摆看起来吼，有淡薄仔吼，老性歌，为虾米？即摆看到迄个文章哦，哎哟，我当初吼，迄个版本哦，真正真侪迄个用字咯，拢无讲真正确呢。一方面是安尼啦，一方面是各位嘛知影，咱教育部的即个词典啦，嘛是2009年以后陆陆续续为试用版变正式版，然后真侪用字本来拢无标准化，到尾较标准化，等等安尼迄个过程当中就是讲咱台文写作真正佫是含华文写作比起来真正佫是幼婴佫有真侪需要学习的所在你像我安尼遐尔早开始书写台文当初的版本的用字佫有真侪是有重大的，当然毋是要怪字典词典是讲我家己本身的用字佫无稳定的情形之下啥物几若场的那甲偌久的偌佫毋那的那几若摆的那，你看即种字伫我的文章当中你若准目色较好的老师一定拢有看到。你讲哎哟，这阿俊啊，当年10几年前文章嘛写安尼遮低咯无介理想，哪有资格通得奖？我都讲过嘛好运迄个时阵开始写台文书写的人真正较少啦所以我真正较好运得到迄个奖。但是我有当时拢安尼想啦讲其实得到迄个奖毋是讲咱外敖拄外敖，伊其实是一个鼓励啦，鼓励啥物？鼓励一个为华语开始转换做台语书写的人因为得奖，鼓励伊认真拍拼，继续写。我感觉迄个意义是伫遐啦，就是讲伊互我的鼓励是互我开始有迄个动机，开始有迄个动力继续书写。因为咱人拢食饱嘛尤其像阿俊啊，更加是食饱的人因为迄个奖励，互我对台文书写更加有信心。当然即马咱即马10几年后回头去看，哎哟，当初迄个稿哪有遐济迄个有错字的所在啦这是必须爱甲大家讲的但是呢一方面是安尼，因为安尼这篇文章尾伫迄几啊当前，应该3、4当前咱这个高中的教科书有一间厂商叫创新啦创新版因当初你甲我邀稿的时阵我就甲这篇改写做一个750字左右的一个高中的教科书的版本当然即马嘛较不管是用字啦、用词啦，还是语法啦可能嘛较进步所以我就甲写做一个较完整的嘛，讲较完整啦，种用字用词较无遐济重大的迄个版本伫即个咱创新版的教科书毋过真无彩即个教科书用2档了后可能因检讨讲即马咱的高中生的即个程度其实无偌好啦可能嫌我即个文章改写了较困难寡所以尾就无阁用这篇做伊的教科书就甲2档尔但是无要紧。嘛，甲大家介绍我这篇这个改写版的750字的这篇我就完整念互大家听我就完整念互大家听。共款我来开迄个网页等我一分来。
好来，即马各位看到的画面吼，即篇就是伫海拔3275公尺顶原川区吼，我改写摕来做即个咱教科书的版本的内容，但是呢你会发现讲哇，进前迄篇是有够厚的即篇又加做浓缩的来咱看一下来，前几冬有朋友袂输咧起笑，骑脚踏车伫20点钟内完成台中到武岭往回240公里的行程。拄好同事阿迪嘛想要骑铁马上武岭，为着莫伤忝头，阮决定要分2天完成这个挑战。自国道6号通车了后，永摆不管是拢踢甲10通通的第14线，就真罕哩搁踢啊！虽然沿路拢是豆豆啊爬行的山坡路，毋过有美丽的景色甲爽快的心情助赞。阮提早1点钟到埔里，车也甲若啉酒醉共款，马西马西，煞毋知艰苦做偌的旅程就伫眼前。中昼伫出名的李亚哥烤肉饭食饱了后，伫遮甲大家讲者咱的教科书伊有一个要求，就是讲你袂当替商家广告你不可以替特定的商家广告啦所以你看这个李亚哥烤肉饭这尾啊伫迄个教科书内面都无出现啦，就变成中昼伫出名的烤肉饭老店食饭食饱了后，就是伊免甲李亚哥迄个名称讲出来所以恁若阵看到课本的时候，你讲奇怪，那毋是李亚哥，它变成烤肉饭老店，这是咱的教科书伊要求讲新早的时阵要求讲不能替特定的商家广告。大概是主要是原因是呢，所以就变成安尼啦，所以中昼伫出名的李亚哥烤肉饭食饱了后，都变成这个内容阮看进入4块链长，拢是青山绿水的景致。经过规半步拼死骑踏，骑踏毋是行踏咱讲行踏是讲行骹到嘛我就这就是变成一个新的创作啦骑甲踏，拼死骑踏就讲咱骑脚车会骑嘛，会踏迄骹帮嘛，对吧？踏骹帮，所以变骑踏，这个变一个新词啦感受到脚床头、大腿甲骹后肚的酸痛，骑上雾社弯来弯去的山路无偌久，就听到阿迪大声喊休，嗨啊！我哪像丢囡仔，无答话。只好甲速度放互慢，哪骑哪看风景，慢，阮才有法度欣赏大自然的水。是讲，即几年来少年线的地动风台，甲美丽岛的景致吞大甲歪高起窜，山崩地裂，甲厝体拆食落北。互土石流吞甲要无去的万代水库，只剩落的土膏咧点点啊流。清境农场附近的民宿，哪像咧比赛共款，一栋一栋起甲悬个水，甲大自然真无适配的冠骨，对天顶插入蓝软的土地，亲像心肝用尖咧挖。因为伊这是教科书的版本嘛，所以伊就爱做这个注解，伊就必须要用注解，这注解我就莫甲大家念啊啦，恁家己已经看得到啊，大家拢是专家过来到甲清境，看到的拢是民宿、汽车、观光客，想袂到伫咧深山内，煞袂输大都市遐尼闹热。过顿工，阮伫拍普仔光的云雾中醒来。进入上糟蹋人的行程，对民宿到武岭只剩21公里，海拔煞提升到1000外公尺。毋但高山的空气恶暑，阁增加体能的负担，真正爱较长治咧。海拔升愈悬，车速降愈低，阮两人喘气喘袂离的声音。互对方听现现，
迄真诶吼，迄阮两个吼，一个前一个后吼。哦，我会用听到伊喘气诶声，阮朋友阿弟诶声，阿弟嘛听得到阮诶声，所以我甲伊声哦，阮两人喘气喘袂离诶声音嘛，互对方听现。落尾，阮挤出上尾段诶体力，指合欢山顶靠落来诶霜风冷雨，带一束欢喜佮骄傲诶心情，总算徛到台湾公路诶上悬点。海拔3275公尺的武岭，到位了后，所有的疲劳、野线拢闪甲无看影，阁有载条高手野车爬起10几坎远的地号牌翕相。火灯的时，阮一路到武岭，一路对武岭厝等于台中，为什么用厝诶？因为拢免搭啦，因为你若3275公尺，一路要等于迄落台中吼，差不多拢免搭吼。那你著甲档啊投按吼，莫互伊超速就好啊。啊，落架诶时速吼有够紧吼，速度紧，双手爱甲档啊hand条条，煞比上机啊搁较忝。为什物？因为速度紧啊，啊你行伊吼伤紧吼，你若跋咧三坎，迄个小命就我命就休去啊，对无吼？所以呢。爱搁较细意，搁较小心啦，所以爱搁较斟酌，所以当然就比上行搁较忝，骑车上武岭的过程虽然食力，即马回想起来，只有家己骨力拍拼的过程，才会当永远记伫心肝底，对无？这是尾啊改写的结果啦，当然你也要知影我迄个过程当然是看原稿当然是较丰富，但是我的意思讲你看像即篇。为什么咱讲这个用改写的版本因为时间的关系互大家来了解讲当初一个完整的篇章我写做这个咱讲这个课本大概是啥物款的情形这篇就是安尼所以这是伫海拔3275公尺顶原喘气这是头翕相这你看到这是一个课本内面的当然经过美编了，我其实编了真好啦只是较无彩无继续用安尼尔，但是我个人是感觉这篇改写安尼因为尾仔佫有经过这个主管老师听主管老师诶审稿我老师甲我一寡用字改了佫较专业这是感谢老师的这个甲我修正这是分享这篇好，过来呢，第二篇要完整要念的就是这42.195公里的旅行啦就是来去金门小马这个内面有2张相片我先解说一下这有诶，若准台中市的老师你就会捌啦这是当初阮来去金门小马即摆郑秀平这本我互大家看下郑秀平这4个人就是包括我本人嘛阮这4个就是来去金门小马的主角阮4个人走去金门走马拉松，但是发生啥物趣味的代志呢？等下念文章互你听，你就发现讲这是足坎坷的代志但是我就甲叫做来去金门小马倒手边诶加一个人当然这个是退休的校长啦这个和平国小退休的校长这内面倒手边是我嘛这个曾校长庄庆新庄校长这个赖校长赖朝辉赖校长这是阮这个实在就是这边甲出册这个替我印刷甲编辑的这个万国的册局的头家大概是安尼啦就阮当初阮有咧走马拉松我是上早开始走的，但是真趣味这个除了这个郭校长就是这画条这个郭校长伊无完成百米以外咱正手边中这3个这3个人因完成百米的时间拢比我较早像曾校长伊无甲10年伊就完成百米拢无甲10年就完成百米应该才7、8年伊捌安尼一年走10几米这个赖校长甲这个万国册局的头家因这2个因完成百米的时间才比我早一档，佫比我提早一档
所以我意思毋是早开始就早完成啦，因真正有一段时间给泡泡，差不多即礼拜走一场，后礼拜走一场，安尼足恐怖诶，我是无啦，因为我工课较无闲所以嘛练了无够济所以我完成诶时间就较少即摆刷来特别来问大家为什么讲运动人生甲文学思想有关系？因为你伫迄个走马拉松诶过程当中你就会想足侪奇奇怪怪诶想法出现，这个奇奇怪怪诶想法，有诶会当互你变成你写作诶题材。当然有诶人讲老师我也无要写作咧，你就算无要写作，伫迄个运动甲互你感觉迄个多巴胺人讲即个天然诶毒品啦，多巴胺出现状况之下，你诶头壳会足清楚诶，你诶头会足清楚诶。你敢知影？我最近听一个朋友你讲真济伫走马拉松诶人即几年做股票拢趁钱我讲乌白乱讲敢拢安尼？伊讲真诶，伊实在真侪朋友为什么？有老师甲我赞啦毋是啦我意思讲，因为头壳清楚，你甲知影讲毋好起2箍你就要卖，你爱忍耐，因为头壳清楚，毋好落2箍你就要卖无你就是永远拢是人讲追高杀低，你永远都了钱我当然我毋知讲对毋对啦但是我意思讲其实走马拉松真正有足侪好处诶，互你诶头壳足清楚诶对，感谢南总老师伊讲这是环境议题，无毋对这个伫迄个高中诶教授书伊是用环境议题用入诶无毋对。好，来所以我即马即个时间我就来念即篇即个42.195公里诶旅行，来去金门小马等我一下好，来各位即摆应该有看到好，我来念我看我文章有人讲阿主你写足够诶，一篇文章嘛已经写甲落长来来，自细汉我诶身体就无啥勇行，甚至爱讲是懒身懒命，毋若体格比当年诶较细粒子，佫定定破病，不时走医生馆，这是事实我细汉诶时阵真正是人讲哪药毒咧啦我毋食囡仔无像我即摆有肉见若看着我艰苦无精神诶情形，阮阿母拢会怪伊家己讲，有你诶时都已经第5体毋若身体较懒，你出世了后嘛拢无啉水，无打话只好煮按摩也是腊米糊互你啉，你又佫歹喙斗，毋才会遐尼黄身款。加在你读高中了后，逐工骑铁马去读册，才豆豆用起来，阿母才免较免烦恼呢这是阮老母诶讲诶话啦读书专了后，爱住宿舍过团体生活，尤其是伫厝里一寡无爱食诶菜，亲像大肠桥苦鸡，真正是串惊串着。拄开始佫会硬喙无爱食，后来不时就食袂饱，只好硬起紧加咧，猛步较袂巴肚枵嘛因为袂紧食了后，身体渐渐用起来。细汉时规趟天拢咧做药毒诶状况嘛愈来愈少身体变较健康，虽然是好消息，毋过我从来毋捌想过走马拉松即件代志会是我人生路顶诶选择，特别是上色了后，伊竟然伫我生命中豆豆变成真实诶经验，而且伫寒流山地诶臭汗酸味当中留下真深诶印象。这段我是要写讲对即个马拉松诶即个历史诶考据啦考察对对根据维基百科的记载，马拉松运动甲传奇是分袂开的，而且马拉松的历史嘛是有争议的。
传说西元前490年，希腊联军伫马拉松战役当中打败入侵的波斯军队，得到希波战争的决定性胜利。希腊的战士菲勒比特斯带伤对马拉松走回去雅典，宣布胜利。落尾当场忝死。传说伊当年所走的距离，换做即卖的长度就是42.195公里。毋过即卖这是考察的历史根据伫马拉松战役当中当年出世的历史学家希罗多特斯的记录，雅典传令兵菲勒比特斯伊所走的距离是为雅典走到斯巴达，目的是要拯救斯巴达的援助，佮走回去雅典。往回距离以即摆来算是240公里。现此时希腊每年举办的超级马拉松，就是纪念即个传奇的。现代奥运伫1896年开办的时，马拉松比赛距离嘛无到40公里。一直到1908年伦敦奥运会，即届马拉松的起点设伫温莎城堡，终点设伫白城的运动场内。迄摆的长度是42.195公里。自安尼以后的奥运马拉松的比赛，就拢以这个长度做距离做标准所以你就知影讲其实42.195公里是因为伦敦奥运的关系，含迄团旗是无共款的其实迄个团旗根据即摆你甲雅典到斯巴达，搁倒来雅典总共往回距离其实是240公里啦。就是讲，咱即摆历史开始有一个转变啦其实，毋管是240公里，也是42.195公里，对真侪无枪在咧运动的现代人来讲，走马拉松应该是运动选手的专利。普通人会当哪行哪走10公里，上济若会当走21公里的半程马拉松，就算真够毋过，毋知对当时开始，走马拉松伫台湾煞变成全民运动。规台湾岛施行一种小走马的气氛。根据全国赛会，就是我讲这个网站的统计，2012年全台湾至少办了66场以上的全程马拉松的比赛，内底佫包括50公里、100公里、甲12点钟、24点钟的超级马拉松。若本岛，连绿岛、澎湖，甚至连炮战圣地金门，逐年嘛拢会举办42.195公里的马拉松。可见咱台湾人毋若3月小马祖，即马搁咧全民小走马，俗语讲小甲有春嘛无过分。即段过来要进入讲我是安怎去金门小马来，会记哩我头一摆参加马拉松比赛是伫上热的7月，我头讲初马嘛迄时阵拄加入一个运动社团，为着要得到社团鼓励新人的初马赏，一项运动鞋。竟然毋知天地几斤重，惨就甲伊报落去。伫报名42.195公里的马拉松进前，我已经参加过几若个10公里、21公里的比赛，心情嘛袂歹，所以对这个初马就有淡薄较无张持比赛迄一日透早6点就已经日头光偏偏，而且一开始就用21公里的配速咧走，想讲42公里就是21公里的2倍。煞袂记哩马拉松有撞墙期啦，就是弄壁啦，弄壁期啦，即种物件的存在。因为我平常练习的上长的距离就是28公里，毋捌练到42公里。迄天真正走到20几公里，规个人就敢若亲像电池无电共款，足想要找一个有树荫的所在，停落来困落饱。若无就是开始乌白乱想。来，我即摆就去描述迄撞墙期乌白乱想。我哪会遮尔戆？交报名费来遮晒日头，风糟蹋到要死要活，是咧创啥？落尾沿路行，沿路走，才勉强完成比赛。虽然我的初马是伫双骹要踢腿，甲后悔、痛苦、乌白乱想的情形勉强完成。毋过伫转去终点的迄个时间，受到众人的鼓励，规个人拢起鸡母皮，所有的细胞拢精神起来。进前无好的想法嘛，走甲无款影。袂输，阁是一尾活龙。原来传说经过长时间艰苦的有氧运动了后，有氧运动了后，大脑会制造大量的多巴胺，咱讲的天然的吗啡啦，互人经历一种心情足爽快的高峰经验。
亲像对某种代志真过瘾的感觉，真正有影呢。就安尼，我嘛互多巴胺升起，变成消灭分子啊。开始消灭了后，我不时伫一寡运动网站踅玲珑，找找台湾各地马拉松比赛。因为知影家己走马拉松的目标是为了要自我挑战，而且像阮即款半路出赛的成绩嘛无通偌好，所以就真阿 Q 的自我消遣啦吼，阿 Q 就是啊华语哈，阿 Q 啦吼，别人是咧走成绩的，阮是咧走业绩的。入下走遍全台湾的志愿了后，拄啊好伫网络顶悬看到金门走马拉松的消息。以早捌听小马前辈讲过，金门县政府为了要催促观光事业，若是报名金门马拉松的人，毋管全程、半程，拢会使得到金门酒厂赠送的纪念高粱酒，会堪你讲是全国福利上赞的马拉松比赛。嘛毋知是为了要走马拉松，也是为了高粱酒。2010年秋天，金门国家公园举办一场建国99、长长99的马拉松比赛，我连考虑都连考虑都无就登记报名，望会当去金门走马拉松，佫会使趁一罐属于战地金门的出名的高粱酒，煞毋知迄其实是一个美丽的错误。根据金门县文化局出版的《金门变下人物》有记载，这段是咧讲金门的历史啦，所以我来跳过，这是伫讲金门开发的历史尔啦，安尼啊，所以我来跳过这段我拢甲跳过来，但是咧，伫咧爱念互大家听来，1200年前，陈演饲马替金门的开发拍基础，1200年后，台湾人小走马，促进金门的观光事业。为着要走马拉松，我甲3个共款小到有剩的朋友参加旅行团，坐飞行机到金门比赛。当地导游一个记名就送互阮一个记名礼。伊讲这是国家公园管理处办的比赛，金门酒厂无传纪念酒要送互选手。一阵戆大台，迄戆大台就是我头讲互大家看死的啦，包括我卖书雷公讲着，就算满天钻金条。嘛，赶紧甲简章编出来看互详细。有影就对，比赛办法自头到尾拢无讲要送金门高粱酒，到底是啥人讲的？原来金门酒厂属伫金门县政府，敢若当年1月金门县政府主办的马拉松才有比赛才有送高粱酒。安尼讲起来，阮4个人爬蕊目睭拢无详细甲办法，看斟酌就去报名。敢毋是伤过喊过啊？当然喊都喊无遐大啊误会既然已经造成啊，既来之则安之阮4个人当年做兵的时，拢无抽到金马奖。战地的经验亲像一张白纸，对旅行团4界游览，举公楼、一山坑道太武山、珠山自乐、风西爷，我一向真好闲，拄着毋捌的逐项问。拢是新奇佮趣味的经验。马拉松比赛迄一天是气候凉爽、秋晴的11月，路线全程西金门全岛，而且平均气温伫摄氏15度左右，佮无落雨，会使讲是走马拉松上好的气候。无的确是对金门好风景的新鲜感，佮加上好天气来斗相共，我伫金门创下个人走马拉松的上好的成绩。最近这2-3年来，我完成的马拉松愈来愈侪场，毋过个人的上好的成绩煞愈毋捌阁破纪录，无定是当年迄个美丽的误会留互我上有价值的纪念品。即摆回想起来，当初报名金门公园国家公园马拉松的时阵，都毋是干那为着要领纪念的高粱酒，本底是想讲会使去青云的所在走马拉松，阁会当趁到纪念品。真正是1.25蒙拉咸水库，落尾虽然猪母牵蕊无稀奇，煞创造个人上好的成绩，又搁对战地金门有较深的认捌，迄是意外的收获。毋若是人生安尼，来文章要甲大家讲，文章加写呢都无够啊，当然毋是讲要一定要讲道理啦，就讲写文章
都除了写小马以外，其实就是讲咱写文章有当时咱有个人的体会，还是讲咱个人的心理上的一寡收息，其实嘛会当啊趁即个机会写入去文章内底。你若讲甲完全去描述写马拉松的过程，对咱个人的心理的成长啦，咱个人的即个精神上的即个体会拢无，安尼其实这文章就较浅，无够深入啦，所以我会建议讲，各位未来去写文章的时候，不管是写好耍的、写趣味的，写佚佗的拢无要紧，但是佚佗以外，若准会当互你个人对人生有一寡体会，我认为这是更加更较有帮助的啦，这是我个人感觉，写文章，当然咱无为大家讲亲像这个韩愈啦，像韩愈一样文以载道，无遐尼伟大啦。但是，若如讲不管是写佚佗的文章，写走马拉松的文章，像我写骑马的文章，伊嘛因探讨一寡环境的议题还是讲咱人类对环境的破坏啦，你也想这走马拉松，嘛因去思考讲战地金门的历史啦，这等等的，这拢是咱写文章的时阵一寡野外的收获啦，安尼，所以你看我即马来讲金门毋若人生安尼，金门本身的运命，命运嘛是共款，伊原本只是大陆沿海一个东介大的小岛，煞因为古宁头战役、北二三炮战，变成海峡两岸对抗几若十年的前线。炮战甲金门每一寸土地拢炸甲冰冰，弹壳煞互金门人磨做出名的金门菜刀，趁一条活路战地政务虽然限制金门的建设发展，毋过几若万人的阿兵哥伫遮消费，嘛维持金门早期靠军营趁食的商业活动。金门早期是战地，所以限制观光客出入，煞保持伊的战地风光。即马颠倒是伊开放小三通了后，争取观光客上大的本钱。其实人生嘛，定定充满意外，真侪代志的起心动念，甲后来的发展，有真大的差别。咱若讲会当以来嘛自在，去嘛自在的心态，来态度来看待，有啥物通好烦恼？这篇我是投稿伫这个台湾战线第35集，第35期啦，安尼，来各位，这篇文章我就较完整念互大家听啦，但是我意思讲，各位你有发现无？就讲有诶我毋知要写啥物题材，其实我讲定讲就亲像像咱咧写文章共款你慢请去想讲你要写啥物题材？你其实我嘛鼓励做者老师你为阿公的第一开始写起，为阿嬷的手路菜，为阿爸的脚趾片，为阿母的裁缝车写起，拢好，但是毋好永远甲题材限制伫遮，永远毋好甲题材限制伫遮。你应该是甲你的题材讲，你开始写阿公、写阿嬷、写老爸、写老母、写兄、写小弟，拢无要紧。为家己的亲人讲起，为上下的范围写起，这拢是对的。但是毋通干那写这尔，你就已经开始去扩充你的题材啦。大概我的意思是安尼啦。好，咱即摆搁倒来咱的 PPT 咱搁倒来咱的 PPT 来。因为时间有限啦我要讲的是来，我伫遮要甲大家咱剩10几分钟的时间尔其他的运动书写我去找咱102年开始一直到109年咱教育部这个阅读阅懂闽客语文章我咧找几啊百篇几啊百篇，但是呢几啊百篇其实真正有咧写运动的其实无济。来，互大家，我来互大家看者介绍几篇就好介绍几篇就好
来，头先我介绍即篇吼，山球吼，山球吼，这山球是这个咱教育部的电子报邀请这个陈宪国老师啦吼，陈宪国老师写的山球是啥物？就是高尔夫啦，高尔夫用山球是啥货？就是英语的高尔夫，日语讲叫做高尔夫，照文献的记载，山球起源伫15世纪的苏格兰Scotland 毋过开始大事件是伫19世纪的中期，台湾上早的淡水高尔夫的球场是伫1919年成立的，所以1911年出版的第一大词典都有收山球这个词。会号做山球，我想是有道理的，因为山球的球场大概拢设伫有悬架的山轮地，互人咧拍球的时阵有淡薄仔困难度。标准的山球场有2个高洞，合起来是18洞，每高洞拢有2个底洞、5个中洞甲2个长洞。球场的每一洞拢爱有规定的铁台、球道甲牛铃，牛铃就是果岭啦咱即摆讲果岭伊是牛铃啦底洞、中洞甲长洞的距离，大约是按照对铁台算起1杆、2杆还是3杆，有可能会降上牛铃的标准。一般长度差不多7000码的骹兜，牛铃的面顶不定的拍落空的标准是2杆但照安尼算起来，底洞就是3杆，中洞就是4杆长洞就是5杆，所以高洞合起来就是标准是36杆。18洞就是72杆，当然嘛有少数的球场，因为地形的关系，有1、2杆的争差。伊就是介绍山球，所以这其实嘛咧写运动，嘛咧写运动，对吧？好，过来，搁有啥物？这个行路的体会，高端快活。宜兰东山河拍干乐，引导日月潭，来，这个是较完全有写了运动的啦，这较有完全写了运动的来引导日月潭。这篇我嘛念互大家听一寡，好不好？这篇我念互大家听一寡好来，这个作者是这个刘文贵，伊这篇是应该是迄个投朗读稿，尾教育部佫甲伊刊登伫这个电子报，大概是呢，教育部也真够算啦，你投朗读稿趁到1遍钱电子报伊就免佫收钱，伊就无佫你钱你1遍稿费应该用10遍，用20遍，当然是无计较这个钱啦，但是这是我甲大家讲者来。引导日月潭伊讲游水毋但是全身的运动，而且会当强化心肺功能。迄年阮阿姑伫游泳池开福利社，就顺续甲阮即阵交囡仔摳去学游水。规个热天，阮拢咧耍水，佫下大愿要去游日月潭。为着培养体力，阮逐工拢爱游1000公尺。连转来台中歇落来表兄弟、表姊妹，嘛拢陪阮浸伫水里咧学游。日月潭平常时是无咧互人游的，所以一年一届的泳渡，拢吸引真侪爱游水的朋友来参加。活动迄天，钓鱼码头呛滚，大家拢游泳衫换好伫遐集合，有人哪穿装备哪开讲，讲甲笑嗨嗨，有人咻咻叫咧热身，嘛有人咧替朋友涂防晒油，防晒油听讲爱晒真久呢。阮嘛抹甲规身躯、规面油咧咧，化一声落水，一搭久白泡泡的水面，目睭拢转红。上头前的是咧拼死拼掠高手的，下叫一直去，较后尾就用水加游，豆豆游。嘛有人不时换姿势咧默游。我甲表小妹游做伙，双骹慢慢踢。伫伊身躯边豆豆说，顺煞看风景，天地旷阔，日头光伫水面闪烁，即大窟水佫亮亮日月潭有影水，确
表小妹雄雄砸着水，我伸手去甲提悬，伊惊一个，煞甲我的颔棍揽条条，一声换阮两个同齐沉落去。我想，搁互伊抽掉咧，就害啊！随换徛手，双手硬甲伊的手撒开去，尾啊才用双手甲伊的手提咧，感觉伊搁流啊皮皮喘。等待伊较袂喘啊，我问讲，敢要搁收？伊甲我点头，阮才搁看看对重点收去。你一定想讲，哪会拢袂惊啊？因为落水进前，阮阿姑就足斟酌甲交代讲，斟酌交代讲，现场拢有救生员伫船头咧金看，若无体力也是无爽快，只要举手，随有人会甲你救起来。而且阮有学扑水、徛手来自救，所以大真知。等我收到位，爬上花，感觉骹手震酷酷，规身躯软烧烧。阮规家伙啊，细饭店上大面，伫遐困规个晡。搁较趣味的是，我转去到学校上课，面还有水行的痕迹，面目乌乌，目眶白白，咱亲像有猫翕咧，手艺我谈有够好耍的啦！这是趣味啊！因为伊是要做这个浓缩果，所以字数绝对袂长啦，绝对袂讲介长安尼但是你看来各位，咱即摆要甲大家讲的就是讲是安怎要提倡运动思想啦其实我大概有几个要向大家讲的啦，就讲第一个就是培养好习惯啦培养好习惯因为运动毋若讲是对这心肺功能有帮助啦其实伊真正会当互咱人头壳较清楚，真正我毋知影各位有迄养生运动的习惯无？尤其是若准讲会当互你运动完你会起鸡母皮你的精神会较好，即种绝对是对你身体健康人讲迄天然的毒品嘛天然的吗啡多巴胺所以爱培养一个好习惯当然毋是讲叫你即礼拜拢无运动向去运动就运动到要忝死，安尼就无效就讲一顿一两顿无食一顿饱饱，迄种无好诶。你是爱平均一礼拜才3天4天有运动甲这个好习惯养成。第二，提高生活品质为什么讲提高生活品质咱运动诶人你诶头壳会较清楚，你想代志做代志你诶效率会较好当然你诶生活品质一定提高嘛第三心境找清都讲咱人现代人伫社会当中，不管你有食头路无食头生活当中真侪即个哩哩扣扣代志足侪诶运动是会当互你诶心境找清，心境找清，你想代志才会头脑会清楚过来交杯有志认捌一寡共同诶好朋友走马拉松有走马拉松诶好朋友游水有游水诶好朋友，对无享受天然诶多巴胺当然运动诶时阵，尤其是像我咧走马拉松诶时阵你有当你会看到社会各阶层诶生活，因为阮走马拉松诶时阵，有当会经过路里嘛，会看到各行各业诶人嘛，有人无耐性，叭叭叫，一直来吹有人真有礼貌互你过车路这嘛是看到人生诶百态，对无过来伊嘛会去关心环境诶变化台湾真诶环境阮去屏东走马拉松迄低调臭咪毛，阮去山顶走马拉松，看到迄个有人过度开垦，你嘛应去关心环境诶变化你嘛应去思考人生诶各种议题当然重点是会当去享受孤单诶滋味所以我嘛会当为未来人生做准备啦所以我最后分享一篇就是王秀王老师迄篇孤单诶滋味我感觉会写作诶人其实拢有淡薄孤老当然这孤老毋是讲歹斗阵啦，就是爱学晓享受孤单诶滋味所以我最后用秀王老师即篇孤单诶滋味，当然伊写诶含我写诶是无共款诶啦，但是我伊嘛是一个
享受孤单的滋味，真有成就的人，伊嘛家己本身写作真济，伊的成就嘛真好，对无吼？所以我感觉用即篇孤单的滋味来甲大家做一下收尾啦，做一下收尾等我一下吼。好来，即篇我来念大家听来，孤单困惑有人陪伴袂孤单，家己一个嘛毋惊。有人做阵就小紧小听，无人做阵嘛无要紧。咱上原初伫母体内底是家己一个，若是双生仔嘛是无法度讲话。到上尾伫世界时间若到，毋管啥人先走，走的人家己一个，无走的嘛着忍受剩家己一个。虽然咱袂当万项脱离团体，毋过基本上个体存在才是生命的本来。你若接受孤单，一生才会快活。你看这做得这有做这得理的很有哲理的我接受孤单，出世4个月，阮老爸就过身，都还袂晓叫阿爸就失去伊我。人生的路途无人看，因为是厝里上细汉的。兄弟去读册，也是较大汉去约会，拢较无法度陪我即个小妹。我定定嘛家己一个，我好生接受，我无去交歹朋友，拢嘛逐工功课写了，脚踏车徛咧，就去附近的册店看免钱的册。伊会当享受孤单呢？你看看甲头家捌我，会甲我讲话，接受变享受，甲册做朋友，一世人袂乌有。册是上好的交陪，开破我心头掠袂定的问题。智慧无底，金钱恶买，伊有耐心点点陪，永远无怨册。古来册是我是册，我的个性变甲册共款，孤一个，无来交陪，毋知内底趣味济。我希望孤单，尤其是查某人嫁翁生囝，更加怀念古早。一人食全家饱，日时上班无闲甲要死，暗时幼囡仔黏天天，款营拢是半暝。人望春风17、18岁，孤夜无伴守定的。囡仔离骹手，鸟仔放出手。我袂想有诶爸母会郁卒去忧愁，我颠倒是感恩天公伯啊，还我自由。我感恩孤单，互我诶心恬静清明。真侪想法，真侪心内诶死结，拢是孤单诶时想到诶办法。细汉孤单有够，惯是生自然。即摆会当随时进入孤单嘛快活诶境界。披衫、制衫、洗身躯、扫涂骹，种菜、洗菜，手咧无闲，毋过欢喜在心内。若景所在，倒位上适合享受孤单、走找快活呢？我定去图书馆、册店、咖啡厅、山顶、报刊，毋管伫搭，有家己做伴，拢快活。这是秀荣老师的享受孤单、快活，对无当然，你讲老师你也含义无共款啊？我安那孤单，我伫运动当中来享受孤单，对无这嘛是一个人生无共款的这个境界啦。人生无共款的境界，对无每一个人享受的孤单是无共款的，对无也毋过你要安怎去享受这个孤单就是互家己有一个独立思考的空间，有一个独立思考的空间，安尼才会当去享受孤单啦，才会当去享受孤单，对无这是我今仔日要讲的这所以最后一句话是安怎要提倡运动思想，为你未来的人生做准备什么叫为你未来人生做准备？若准你即马当少年，对无若准你即马当少年
个即马网络登去哦，我看者吼是安怎诶问题吼？来，各位好朋友，顶敢有听到阿俊来声？有啦，今天有演习，可能有一些有降速、有中断。哦，是，但是我拢阮会讲无，但时间是无会讲。哦，是，好，啊，无要紧，好，因为嘛差不多啊啦吼，来，所以我意思讲吼，我提倡运动思想就是讲吼，咱甲运动变做咱人生诶一寡好习惯，吼，提高咱诶生活品质啊，吼，心境找清遮，任何一点拢会当，互你吼有机会来享受孤单诶滋味，啊嘛，你为你未来人生来做准备啦，吼，所以最后一句话就是鼓励各位老师、各位好朋友吼。若准你已经有书写的能力，你毋知影要安怎开始书写，我建议你去参加一寡惯势你做的运动，上好就是啊，当然毋是叫你孤老啦，你爱做一寡个人的运动，安尼来培养你家己思考的空间，安尼你才有机会来去书写更较侪、愈来愈侪题材的文章甲内容，大概是安尼。好，安尼时间拄好到12:01啦，歹势，无留时间互大家来做即个讨论吼。毋过大概是安尼啦欢迎大家阿春也有留我的手机啊，甲电子信箱对无若无去嫌欢迎大家互相来交陪，互相来研究求进步多谢。好，安尼因为我遮听的呢就是迄个无要紧安尼请有人举手，迄个草屯国小迄个柯老师来，有啥物问题？无啦应该可能是记毋着去对无来，安尼咱无我就甲即个主办权交互咱即个主办单位请主办单位看是要做收尾，还是直接结束。好，今日感谢大家感谢大家。多谢咱文俊老师遮尔精彩的迄个分享哦。我拢想讲，伊是阿俊老师，迄个文俊老师伫咱的园区是上受欢迎的即个讲者吼。我毋知影伊是原来是安尼运动，安尼遐尔老练吼。今仔日是学足济，但是我一个足大迄个感想就是讲，若会当通大家都接受，就亲像文俊老师，伊对台语文遐尔用心，遐尔努力，四过咧推测，结果伊用甲运动走百米吼，伊嘛会当安尼用写直直鼓励大家。我想即个共款的心意，我是拢想讲吼，我即摆，我搁较袂晓，因为文俊老师是鼓励大家爱用运动的迄个思想但是我心肝搁较细，因为足侪囡仔足侪少年人，拢抑搁足侪听无台湾话吼，搁到写，搁较分享，我想拢无遐简单所以但是咱会当知影。毋管是伫任何的一项，毋管是运动，毋管是做啥物，毋管做啥物任何代志，其实都接受都较济参加较济出外，就亲像文俊老师会为要走迄个走马拉松，结果倒位去，结果你看伊就捌遮尔济代志，当然对推测。咱对伊家己的人生对咱的文化、对咱的语言、对咱的台语的推动，嘛会搁较丰富、搁较有内容。所以我想这是一个足好的一个分享吼。咱搁较期待大家嘛会当鼓励搁较侪人来参加咱的即个线顶的即个分享。其实各方面只要参加就对吼。我想这个是最要紧的，像阿俊老师讲，你著先，毋管你啥物题材，你著是先开始写。我咧讲是讲，你著开始讲，开始接受。我想即个就是咱逐个会当做伙互相勉励，
伫遮时间到啊吼，咱多谢咱大家做伙多谢咱文俊老师遮尔精彩遮尔济甲咱分享遐尔济文章吼我也多谢大家参加更加鼓励大家搁较济人会当做伙分享即个福气吼，多谢大家，多谢，多谢委员，多谢大家，好，再会哦。再会。